校讲客语，咪咪说讲学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赶快起笔欣赏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语的时候了，咪咪说讲学吧。我们知道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茶叶店，有很多具有设计风格的茶艺馆，就是连便利商店也可以买到茶的饮料哦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日常生活当中，大家是很喜欢喝茶的饮品的。那茶叶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茶米，茶米就是米那个字，茶米。那么茶叶店呢，客家话叫做茶米店，茶米店。就是茶米店，是这么说。茶艺馆呢叫做茶艺馆，茶艺馆。好了，虽然徐薇老师是教英文的，可能大家以为我很爱喝咖啡，其实错，我最喜欢喝的是茶。爱懂中医茶米米头。爱懂中医，中医就是中意，喜欢的意思。爱懂中医，我很喜欢茶米耶，就是茶叶的米头，米头就是味道。那么咖啡呢？客家话叫做呢咖啡，就是咖啡，因为这就是来自的外国的音了，咖啡。像在我们客家庄做客呢，有一种擂茶，擂茶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喝过？这一阵子是很有名的。擂就是研磨的意思，所以你把茶叶呢研磨成粉状之后，再加上麻就是芝麻的意思，还有番头啊，番头也是我的最爱，番头就是 peanut 花生啦。你把这些都加起来以后，擂好以后呢，再加上滚水，滚水其实就是指开水的意思。滚水，这就是一碗流传千年、保健养生的客家传统的擂茶了。你可以单独喝这个茶，你可以加入米肠，米肠也就是爆米香啦，爆米花搞在一起。搞翻的搞就是搅拌的搅的意思，风味很独特哦。所以擂茶可以说是一个 drink， 一种饮料，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美食了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了擂茶的缘由了，希望有机会到客家庄的时候呢，来一碗擂茶。那还徐薇老师咪咪说讲学吧，按字岁哦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